为 JJ。大家好，我是蛋黄妹。大家好，我係法蘭別國嘅雍一奎，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史科普。乜嘅時間，做乜大家拿念課本啊？因為呢，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有關於課本的。課本怎麼了嗎？有人把我們的課本改變得更生動了。咁有樣係喲，同我來個呢嘅藝嘅課本。莫飄飄。同學，你有看出來嗎？要夾很平常時用嘅課本。有一群對交通大學專業嘅學生嘅對2013年起時，為到從小培養成年嘅美感，就發起嘅美感細胞教科書改造計劃。加到前面動動嘅設計時，慢到嘅再個設計出圖。希望當你看到課本，會豐富亞洲同學嘅美感。新竹市太湖國小6年甲班係全台灣第一個用美感課本嘅，也就嚟談看啦，有啲同學對新課本有乜嘅看法？我最喜歡的是第4課引人注目的 Google。我會最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後面有一個迷宮，這個迷宮很好玩，很有挑戰性，所以可以讓我邊上課邊玩。第6課舞動美麗人生，現在這邊像這個他在介紹街舞的時候，他就是會把它就是畫得很有趣。第5課火星人你好嗎？新課本做得很立體、很真實，像課本上的一個立體的探測車，而且它是用畫的，然後畫完再貼上去，簡直就跟真的一樣。然後他們還會在太空中慢慢看着我們。第8課動物的尾巴，然後呢，它這課旁邊都有留白，然後呢，不會像以前的課本，就是說全部都畫滿滿的，它的那個呈現的方式比較有趣。然後呢，我可能不會只會看着，我可能還會去看圖片，花一些時間來討論說這個是誰的尾巴，這是誰的尾巴。我喜歡第12課，這一課裡面用虛擬的方式來講什麼山豬學校還有飛鼠大學，然後裡面的圖就很可愛，可以讓我們自己去自行發揮。就是譬如說，這個戴眼鏡的就感覺像老師，然後旁邊這3隻就像是學生在吃東西，然後老師就說獵人來了，獵人來了，然後他們就會跑掉。第7課熊與鮭魚，因為它的插圖很可愛，然後它是用剪貼的方式來呈現，就很可愛，讓我能夠更專心的上這一課。第9課閃亮的山谷，裡面有講到那個螢火蟲，它不會直接去表現出來，去用照片，真實的照片去表現，然後它就是用一些三角形，然後讓它感覺像一個黑暗中的飛碟，感覺有點神秘。然後像他這個，他的人物就是，他不會用直接一個正方形的框框，然後把人物都框起來，然後是用混合媒材，然後那樣子做起來，然後就會有一種覺得很可愛的效果。我覺得就是他做得很成功。看到安多同學對佢條新嘅課本安滿意，大家聽咗當上嘅啲了解課本係哪來嘅，見俾社會事件配合當難得繞長度，嚟咗美感教科書計劃嘅催生人係陳慕天，慕天哥哥。大家好，主持人好。謝謝慕天哥哥來到我們小兒事件部的現場。我就很好奇，是什麼樣的這個想法，讓你覺得說，教科書需要美化，然後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它可以化為實際的行動？這個構想是怎麼來的？我剛好在大學的時候，那時候剛好有出國去歐洲，然後去歐洲看他們那些設計產業，然後還有看他們很厲害的一些藝術學校，對。然後去的時候，你就突然發現說，其實，台灣所看到的世界跟在那裡看到的世界是非常天差地遠的。然後在那邊，你就算是工程師，你也會非常的重視這種美學啊、藝術啊這種人文性的教育。可是在台灣的話，因為我本身是
工程背景出身，很难想象。所以我们在接触这方面会非常非常少，所以那时候就非常惊讶。所以我们就开始一直去思考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们也问了欧洲的朋友，那他们就说，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能够把生活周遭的环境变好看，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教育，因为太多的那种课程，其实小弟小妹妹也不会想上，美无所不在。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到处去找设计师朋友，有些时候还是上网，就是你知道上 Facebook， 然后找这个插画家很不错，然后就敲他，对，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滴，然后把它凑起来，然后才开始了我们第一本的这个美感教科书。来，各位听到这个慕天哥哥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地方？你们把课本画得那么生动，不怕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会分心吗？对我那时候的我来讲，会不会分心跟课本好不好看没有关系，反正老师讲课很无聊，我就会分心了。对，反而因为课本很好玩，我还会分心在课本上面，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已经算是好很多了。来，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让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JJ 的手上就有一些课本的范例，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是你们之前都已经看过了，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是你自己挑出来你最喜欢的。像是社会课本啊，他们会讲到一些历史人物，然后我觉得他们画的感觉每个人都差不多啦，因为我都看不懂他们是谁，然后都背不起来，所以有时候会在上面乱画，就恶搞。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这是谁？冯辉岳吗？不认识，不是，是丘吉尔。那这张照片跟你以往你刚才讲的那些历史人物的照片相较之下，有哪些差别？我觉得这个比较不一样，就像是他的脸跟他的身体感觉搭不起来，有点怪怪的。那怪怪的是好的意思吗？还是你觉得这样子反而觉得对历史人物好？这样感觉比较好记，不会像说那个谁啊，好难记哦，这个谁又好难记哦。这个是什么？这张照片是不是之前有人选过？我选的。这个是什么的照片？你跟我们解说一下。这是动物的尾巴。我很喜欢这一张，是因为他们只画出动物的尾巴，可以让小朋友去想说这是哪一个动物的尾巴，还可以一起去讨论，然后还可以在空白地方画出动物整体的样子。大黄妹呢？我觉得这张色彩很缤纷，很漂亮，也可以让同学们去了解说这张图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它颜色比较鲜艳，同学们会记得比较清楚。其实我听到3位小欧讲，我不知道跟你们原始设计的初衷有没有关系。原本有把玩的概念放在你们设计的这个理念里面吗？有，就是每一个设计师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其实玩跟这种创意还有启发性，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必须跟课本互动，例如说尾巴那一刻，它在谈的就是动物的尾巴。那如果单单纯纯就只是放很多动物的照片的话，可能小朋友的那种想象空间或者它的互动性就减少了。那如果在课文的文本上面，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样子不同的图片，然后他去想象的话，其实那个课程会非常的精彩。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像这一课在讲的是 Google， 那我们都知道 Google 常常那个页面上都有各种小游戏，所以这个迷宫它就是一个小游戏。所以它是有跟课文串接在一起的。OK， 就像慕天哥哥講的，搞也係設計一部分3年因素來實際操作，要設計是圖能通學，強了設計設計美感教科書，強下來看2禮拜社會太天窗。唐嘅阿慕田哥哥講嘅課本改造計劃過後，現在過來看啊，睇富貴社會小朋友會設計出我嘅嘢美感課本。我们就是想说把国语课本改成像我们自己改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把国语这2个字写在这石碑上面，然后这个草就是把这个草地这样围住，然后当做它的外围，然后就是可以运用大自然有的东西来做我们的画。因为我们觉得以前的课本可能很无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可以运用一些跟国语课本没有关的东西来创作，然后可能会比较有趣。这一次设计的是社会课本，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设计，他就是画一些脚踏车啊，然后有人在骑，就是一些家庭活动。但我觉得他这样我设计的话，我就不会这样用。我就是画了一个地球，然后老师就给我一点建议，就是建议我把在地球上做一些变动，所以呢，我就决定拿一些就是我们学校比较特别的树叶啊那一些的，把它贴到这上面来。然后像是呢，我就剪了一些杂志上面的动物那些，然后我把它的头改成贴人的头。这种方式我会承认这种方式，是因为
我发现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展现出我们人类与动物，然后大家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是就是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我们就是可以让自己去贴合。然后我就把这些动物跟人就结合在一起了。那没有色，我这旁边是这样子啊。是的，真的。把健康课本改成封面改成这个图案，因为我觉得人跟狗常常会有很多互动，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所以我就画了一只狗跟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画，可以用各种的剪贴或者是水彩、蜡笔来完成。因为原本的自然课本它就是看起来很单调，就只有一只花栗鼠站在石头上面。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变得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把它变得稍微再可爱一点。就是关于自然的植物嘛，然后还有那个不管什么东西要活下去就是要吃嘛，然后所以我就画了吃的东西。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上课不会那么单调啊，因为上课就是老师讲一讲内容，然后念一念好就没了。然后如果它比较漂亮的话，能够比较吸引我的注意，然后会让我比较想要去看它，然后甚至变得有点期待那一堂课。反正这幕嘅現場，人家看到咧，就新竹市大富貴小透過設計師來帶領大家做出你喺現場看到按照這樣嘅課本嘅封面。今日到那的繞場的設計師朝鮮阿姐來到你現場，歡迎趙璇姐姐。嗨，你好。我们很好奇，先请教你一件事情哈。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你带着那一些大湖国小的同学们设计了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些课本。那这样的设计，比方说你有很多的指导吗？还是这些大部分是同学们的创意？那他们又怎么样才能有创意呢？其实这一次在做的主题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做自己，就是课本、教科书哪一课他们觉得封面比较他们不喜欢的话，就重新设计。所以我给他们的就是范围是很大的，然后特别是用拼贴，想说可以比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没有一个就是太过多的限制。我发现4个课本都有树叶，这是规定的元素吗？哦，这个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去外面采集一些自然的东西，然后也没有说一定要用，就是看他们自己。对，小欧们，你们看了这些课本有什么感想？你觉得有画插图和没有画插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课本里的插图其实是一个辅助，就是它可以让你更快速的了解这个课文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加深你的印象啊，或是吸引力这些的。像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社会吧，就是那时候他在写社会2个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的社写错了，他就说那是我故意的。我说真的吗？这样子他就说对，因为他就说为什么课本一定要有个既定的想法在那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有些很多同学会硬凹哦。你在你的设计的图里面有没有放，就是有没有一些小惊喜，会让比较细心的同学去发现？其实我这一次在设计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个部分，然后我也想问，就是小惊喜是指的是什么？我想说，如果有小惊喜的话，例如就是土，就是小草下面土那边，偶尔可以有小虫子在那边。在那边就泥鳅啊那类的，或者是可以画一个蚂蚁巢穴，让小朋友自己去发现这样子。OK， 那大黄妹呢？这些插图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自然课本，因为自然课本我发现它就是它的自然的植物啊非常的多。那个美女也是自然的吗？那不是自然的，我只是说自然的植物非常多，没有说全部都是自然的。小朋友本来就是未来创造这个创造性的可能。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他说只能这样的话，反而他们以后就是一个 follower， 就一直不断跟随着世界的脚步，而没办法创造一个新的未来。那3位小欧看到2种版本，跟你们现在手上刚才我们一开场看到那个课本，跟这样子的课本，如果让你们选，你会想要哪一种课本？我喜欢他们设计的。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创意，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国语那个，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去看里面的内容，而且看了会引发我们的兴趣。但你能接受一个写错字的社会课本吗？可以啊，只要看得懂是社会就好了。你呢？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课本，因为它这种课本的封面呢，就感觉比较立体。谢谢你的看法。我会选这种课本。
因为我会觉得说比我们一般的课本还要有趣，然后会比较有吸引力，会想要让我们去看。是因为名牌手表的关系吗？那如果是你设计，你觉得你的课本要有什么元素？搞笑一点。搞笑一点。对，差不多。那为什么你那么严肃？有吗？没有吧。嚟，你看睇嗬，嗰個時候其實大家都學一種新設計嘅要美學感覺嘅課本，係咩？你嘅課本就變做安樣，我本意變到海南成為圖書咧。看喺上半場嘅節目，人先歇困一下，下半場看下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翻咗落節目現場，三個進行係社會看世界設計團相片的單元。你大照相片，我就兩隻選項。如果你覺得台灣獼猴說得對，請舉出。台灣獼猴。反之則是台灣熊。提示體重相片，來，我們看這個熒幕，第一張照片，當然，你們覺得這是哪裡？媽祖繞境。媽祖繞境，接近了。我給你們一個提示，你們覺得這在哪裡？剛才媽祖，你知道是在哪裡嗎？大甲。哎呦，厲害哦，很接近的是大陸，好吧？大陸跟大甲差一個字啊，差一個字就差很多。所以你們都覺得在繞境嗎？對。來，我們來看一些提示，你覺得小朋友們在做什麼？有兩個選項，你們看到選項是什麼嗎？小朋友是指人嗎？小朋友是上面的人啊，你覺得他們在做什麼？你有看到我手上拿什麼嗎？佛珠。所以小朋友在做什麼？轉佛珠。應該是轉佛珠。每個人都覺得是轉佛珠嗎？是因為我拿出佛珠就佛珠嗎？那給我一隻手機。我要黑熊。如果就是類似神明的鏡的話，一定都是在轉佛珠。如果每個人都選轉佛珠的話，你們就不會出這一題。所以應該是心理戰。對，應該是有陷阱，所以我會。但你覺得，如果你是上面那個小朋友，旁邊的大人會讓你在這種場合玩手機嗎？我才覺得不可能是玩手機。把你的牌舉好，你要不要改變心意？要跟我們同一伙。好，那我也在合作好了。意志不堅。要公布解答咯，最後一次要不要改變心意？1、2、3，來了。嘿嘿。在滑手機。你看看，你看看。來，我先請教一下，你們看到這張照片，知道解答之後，感覺是什麼？不可思議，為什麼會在滑手機啊？這是一個手機時代啊！小歐事件簿第一集做就是手機，你們忘了嗎？搞不好他們無時無刻大家都在玩手機，3個都錯了哈。來，我們來看第二題，看清楚了，這一次不要被我影響了哈。我拿出什麼道具是來騙你們的？我跟你講，先給你們一個提示。剛才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有人知道這在哪裡嗎？啊，不知道。在這個地方，來大家看一下，這裡哦，中東。來，你們看到什麼？垃圾山。垃圾山。哪一個？你說？對，那個白白是垃圾啊。白白是垃圾，還是石頭啊？我都還沒問呢。應該是垃圾，垃圾有很多五顏六色的東西。你們看這個照片，第一眼，你覺得像是什麼地方？這是土石流。所以，哎呦，你這一次還是跟大家不一樣，但你堅守得住嗎？你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覺得是垃圾袋？因為它這邊有很多，就是有紅色、有藍色，而且現在大概有6萬個袋子，只有3個紅色。你跟我說有很多紅色，後面還有很多。然後現在就在提倡什麼環保，然後台灣也有做垃圾山，所以我覺得蠻像的。所以你決定是垃圾袋？對。然後這麼多都是垃圾袋，那附近的居民豈不是都臭死了？所以應該不可能堆這麼多，對不對？而且垃圾怎麼可能一次堆那麼多？對啊。你覺得這有幾袋？差不多有上萬袋，差不多。要公布解答了嗎？有人要改變心意的嗎？不要。解答是，哈哈，恭喜圈圈。你看嘛，都是有陷阱的。我們要來看一下這一題的題目。哎，你們看到什麼？有幾個人？這一題很難哦，幾個人？4個、8個、9個。哦，3個人講的不一樣，9個、4個、8個，我們來數哈，1、2、3、4、5、6、7、8、9。那個不是。不然那是什麼？
就是这样子啊，四只脚啊，感觉是栏杆。来，这一题比较难猜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拍照？这个好难哦。你觉得照片里面让你觉得最突兀的是什么？这4个人。哪4个？1、2、3、4。对。那除了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在照片里面占了很大部分？你们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怎样？牌子都不想拿了，是不是？选中间吗？我觉得应该各一票，选中间没有第3个答案呢。你是家人团圆，或者是旅游纪念？大王妹，你决定了吗？家人团圆。哎，你们都没有发现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哦。这张照片有一点跟一般照片不一样。它后面有篱笆，然后后面还有篱笆。你跟家人拍照，什么场合下会有篱笆隔在中间？监狱。监狱。你会在监狱团圆吗？会不会？不会，也不可能在监狱旅游纪念。如果是团圆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喜极而泣，所以应该不会。他们也很开心啊。太难猜了，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好，给提示。它的地点啊，在这边。谁知道这是哪里？再给你一个提示，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你们知道吗？美国。好，它上面是美国，美国下面有个国家离他们很近，墨西哥。来，下一个提示。哦，鸟。这是什么？跳跳。应该是不让他们过去那边。不让？为什么要弄那么高？对，你有发现人的比例？假设人是170公分，1倍、2倍、3倍。这个墙超过5公尺。什么地方有这么高的墙？监狱。所以你们觉得是哪里？家人团圆。家人团圆啊！家人团圆。所以大家都不改了。不改。答案是家人团圆。Yes。可是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家人团圆中间要隔一个铁丝网呢？用下来看。亚安泰的图像隔开2个世界，一片是由东到太平的美国，另外一片是生活痛苦的墨西哥。然后墨西哥人为到的老师想办法要经过图像去到美国做事，有人是合法移民，有人是唔合法的逃脱。無論用嚟做加州同加州福克人，都會本人隔離2個國家，為見面捐靠家庭圖像來團圓。當地嘅美國人唔向墨西哥嘅移民，像係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就主張要讓墨西哥人腳出美國，韓國要到各地所在改做高精尖嘅嘢訪問代表。講你按照國際新聞嘅相片，3個小學投了一張，佢哋取了最有感覺嘅印象圈圈來說明。我對這張就是我印象最深刻，因為他們就因為一道籬笆之隔，然後那個家人就不能團聚。像我，如果我跟我爸媽分開的話，我就是也會很難過。對，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可憐，但是他們在照片上看起來好像蠻開心的。因為好不容易可以終於團聚，可以拍一張照合照，對不對？以上係你3個小學選擇填寫條件的同學，係講你會選的又係哪一種？了解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個禮拜6晏晝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賦，謝謝，希望大家，拜拜。像是社会课本啊，他们会讲到一些历史人物，然后我觉得他们画的感觉每个人都差不多了。封面比较他们不喜欢的话，就重新设计。所以我给他们的就是范围是很大的，然后特别是用拼贴，想说可以比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